大家都是新人，我这呢是个小公司，不过做广告这行，没实力，没底气，不仅仅是要靠经验，而是需要的是激情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只要我们努力，相信自己，就一定能办好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。信心不是靠说出来的，是靠我们大家努力做出来的。行了，大家开工吧。孙女，真的很感谢你能够留下来帮我。等以后公司做大了，不要忘记我这个元老就行。再找吧。老板，您这都 pass 20-30张了，您心中的最佳人选到底什么样呀？咱们觉得合适，这价钱又贵，咱们用不起。这次广告对公司很重要，不能有一点闪失啊。行了，想想办法吧，再选选。辛苦你了。你醒了？你啊，太辛苦了。我只是希望你振作起来，可是也没说让你变成一个工作狂人。不拼命不行啊！